有錢人窮的時候都在做什麼？顛覆常識的4大逆襲思維。決定貧富的從來不是口袋，而是腦袋。Hello，歡迎大家嚟到爆趣星球。如果此時此刻你戶口裡面只剩下3位數，甚至你還欠卡債，付不出下個月的房租，你覺得自己這輩子還有機會變成有錢人嗎？很多人在面對這個問題時，內心的第一反應通常是無奈地而搖頭，心想怎麼可能？有錢人之所以有錢，還不是因為他們命好、有背景、有第一桶金可以去利滾利。我現在連吃飯錢都成問題，哪來的本錢翻身？如果你此時此刻也陷入了這種精緻窮或茫茫的惡性循環，覺得自己每天明明很努力，財富卻始終沒有起色，那麼今天我們要探討的這本書將會徹底顛覆你的底層邏輯。這本書的名字叫《有錢人窮的時候都在做什麼》，它的原著作者是美國非常著名的個人理財專家克麗斯特爾佩恩。但你知道嗎？她在20幾歲的時候，她和丈夫也曾過住極度貧困的生活。那時候，他們住在一個陰暗發毛的地下室裏，每天都要為了幾塊美金的菜錢跟人斤斤計較。在那個最絕望、最看不見未來的財務低谷期，克麗斯特爾做出了一個非常瘋狂的決定。他跑去翻閱了歷史上千萬位超級富豪的傳奇。不過，他閱讀的視角和別人完全不同。他不是去看這些富豪有錢之後怎麼揮霍、怎麼享受生活，而是專門去研究，當這些富豪跟他一樣窮，甚至處境比他更慘的時候，他們每天究竟都在幹什麼？他們的行為模式跟普通人有什麼不同？結果，他發現了一個驚人的秘密：富人之所以能翻身，不是因為他們有錢了才養成好習慣，而是他們在最窮、最一無所有的時候，就已經在做有錢人的事了。今天我幫大家提煉出這本書中最震撼也最具有操作性的4個逆襲思維與隱藏行為。聽完之後你就會明白，為什麼有錢人就算跌到谷底，也能像大鎧一樣迅速彈起來。關鍵一：時間電視機理論。你把唯一的免費資本賣給了誰？我們直接切入第一個最具思想衝擊的觀點：時間管理。作者在書中提到了一個非常殘酷的統計學現象，他稱之為電視機與富裕程度的成反比關係。簡單來說，就是一個人每天看電視，在現代即是指刷短劇、追劇、打遊戲的時間越長，他的財富往往就越少。聽到這裏，可能很多人心裏面會立刻反駁：這不是廢話嗎？有錢人那麼忙，每天要開會談生意，當然沒有時間睇電視啦。我每天加班累得跟狗一樣，下班回家刷個短音劇，追個劇放鬆一下大腦，難道這也有錯嗎？沒錯，這正是普通人最容易陷入的思維陷阱，把時間當作消費品或止痛藥。因為白天的打工生活太痛苦、太抑壓了，所以下班後我們本能地需要用廉價的娛樂來麻痹自己，補償自己白天的勞累。然而，作者在研究那些正處於貧困狀態卻最終成功逆襲的潛在富豪時，發現他們在最窮、最累的時候，對時間的看法和常人完全相反。他們把時間看作是每個人與生俱來，而且是唯一的免費資本。普通人窮的時候，思維模式是今天領薪水，今天花，今天下班，今天爽。而有錢人窮的時候，想的卻是我今天花出去的時間，未來能成為什麼，有什麼收穫。
當你口袋裏的本金為零時，你的大腦認知和技能就是你唯一翻身槓桿。有錢人在窮的時候，即使每天只剩下1個小時的空閒，他們也絕對不會拿去進行冇意義的消遣。他們會強迫自己讀一本商業書，去學習一項新技能，甚至上走到大街上去觀察和研究市場上那些成功店家的商業模式與邏輯，怎樣斂錢。財富逆襲公式：未來嘅財富就係等於現場嘅本金除以時間，認知產出金錢。當你現場本金係0嘅時候，想要讓未來嘅財富大於0，你就必須拼命提升自己的認知產出。所以我們不妨也每天問問自己，你下班後2-3個小時是在幫別人的流量變現，還是幫自己的大腦提升？關鍵2 3D 收納吸金術。混亂的空間正是財富的隱形小偷。第2個細節非常有趣，也是一個每個人今天回家就能立刻着手更改的行為。作者在書中語重心長地指出，想要知道一個人的財務狀況好不好，根本不需要看他的銀行賬戶，去看看他的房間、他的錢包，還有他的電腦桌面就知道了。書中提出了一個核心概念，叫做 3D 吸納吸金術。這裡的 3D 不是指立體電影，而是指一個生活中最容易陷入混亂的3個層面。1. 空間的混亂，你的房間、衣櫃、鞋櫃和辦公室。2. 資訊的混亂，你手機裡幾萬條未讀的無效通知、混亂的相簿，以及電腦桌面上密密麻麻的臨時檔案。3. 財務的混亂，每一筆開銷都糊里糊塗，根本不知道自己的錢花去哪裡。作者發現，許多陷入長期貧窮的人，他們的居住空間通常有一個共通點，堆滿了便宜但用不到的雜物。因為窮，因為缺乏安全感，所以他們看到打折、清倉、免運就會忍不住想要囤貨。結果，原本狹小的生活空間被一堆幾十萬、幾百萬的劣質物品佔滿。相反地，那些未來會變有錢的人，即當時只能往地下室或分鐘痛房，他們的環境也絕對會保持極度的清爽與整潔。這背後其實有着嚴謹的生理醫學依據。環境的混亂度直接對住大腦的決策品質。當你的環境充滿雜物，手機每天跳出幾百條無效廣告，你的大腦的決策意志力在不知不覺中就被大量消耗了。在這種高壓且混亂的狀態下，人是很難做出高明理智的財務決定。這時候你就會憑本能去進行補償性消費。例如，我今天心情太差了，工作太委屈了，一定要點一杯180蚊的奢華手搖飲品來讚賞下自己。這就是著名的拿鐵因子。那些你以為不痛不癢的小錢，在混亂的生活管理中，一年可以偷偷漏走幾萬，甚至10幾萬的資金。有錢人在窮的時候，會極度嚴格地劃分想要與需要，透過把生活簡化到極致，來讓大腦保持100% 的清醒，從而去捕捉真正能讓人翻身的重大商機。關鍵3：區分價格與價錢。有錢人就算沒錢，也看重資本回報。接下來這點是整本書中讓我最感受震撼，也最佩服的一段。普通人買東西第一眼看的是什麼？是價格。這個東西多少錢？有沒有特價？便宜我就買，貴了我就連。但是有錢人，哪怕在他們最窮、最落魄的時候，他們大腦裏的底層邏輯看的永遠是價值。
這個東西買下來之後，未來能幫我創造多少回報？書裡講述了一個真實的富豪故事。這位富豪在年輕還在當基層業務員的時候，過得非常貧窮，有時甚至窮到一天只能吃一餐。可是在那個連溫飽都成問題的階段，他居然做了一個周圍所有人都覺得他瘋了的決定。他把自己儲了好幾個月，好不容易省下來的翻身錢，全部拿去買了一隻做工精緻、價值不菲的高級手錶。當時周圍的同事和朋友都嘲笑他：你都沒錢吃飯了，還在這裡裝什麼精緻，簡直是愛慕虛榮，打腫了充胖子。但這個年輕人的心裡非常清楚自己在做什麼。他買這隻錶絕對不是為了單純的虛榮或炫耀，而是為了兩件事非常實際。第一，信用與體面。當他穿着整齊，帶住這隻錶去跟高端客戶談判時，客戶從他的細節會認為這個年輕人生活自律，事業有小成就，從而更願意信任他，把上百萬的大訂單交給他。這隻錶成了他獲得信任的深藏工具。第二，強烈的心理暗示。每當他感到疲倦、挫折，看住手腕上的這隻錶時，他都在提醒自己：我現在的貧窮只是暫時的，我的思維、我的能力和我的未來配得上這樣的高級感。這就是最典型的富人思維。他們從不把錢當作花出去的費用，而是當作投出去的資本。普通人為了便宜買了一堆劣質，穿幾次就壞，甚至讓自己看起來毫無精神的衣服，這叫做消費。有錢人雖然窮，但寧可省吃儉用，也要儲錢買一套剪裁合身、質感極佳的正裝去面試或談合作，這叫做投資。當你在窮的時候，會把手裏的每一塊錢都當成替你上戰場的兵，嚴格審視他能幫你打回多少俘虜，你脫離貧窮的距離就前進了一大步。關鍵四，先吃最喜歡的菜，在可控風險下精準追擊核心目標。最後，我們來到傳宣最核心也最顛覆多數人傳統觀念的第四點。作者在書中用了一個非常絕妙的心理學比喻。他問讀者：當你吃飯的時候，你習慣先吃哪一道菜？我們從小受到的教育是不是通常都是好東西要留到最後，好吃的菜留在最後一口吃，漂亮的衣服等到重要場合再穿，年度的錢留到老了以後再享受？但是克里斯特爾在研究了無數從谷底翻身的有錢人後，驚訝地發現，他們在面對人生的抉擇和商業機會時，居然全都是先吃最喜歡的菜。這句話在財務思維上是什麼意思？貧窮人在窮的時候，因為口袋沒錢，害怕失去，所以會變得極度追求安全與穩定。他們會習慣性把寶貴的時間和精力分散在那些雖然賺得極少，但絕對不會虧本的瑣碎雜事上，而把那些真正具備高回報、能夠徹底改變命運的夢想和重大機會，無限地往後延伸，仲想住等我有錢了再來做。然而，有錢人深深明白一個殘酷的市場定律：這個世界的機會、風口和環境，每天在以恐怖的速度發生變化。如果你不趁住自己還有鬥志、機會還在的時候，
集中你所有的資源去攻克那個最重要、回報最高的核心目標。等到你慢吞吞地把周圍的剩菜殘羹吃完時，那個最好的時機早就消失了，或者你已經老到沒有精力去拼搏了。有錢人在窮的時候，他們反而不怕失敗，因為他們本來就一無所有。他們會冷靜地評估可控風險。如果這個機會失敗了，最壞的結果我能不能承受？如果能承受而贏了，能讓我徹底翻身，那他們就會像獵鷹一樣，集中所有的專注力，全力以赴。先吃最喜歡的菜，絕對不是及時合樂的享樂主義，而是在關鍵時刻精準追擊核心目標的決策勇氣。結語：擺脫思維的貧窮，逆襲從今晚開始。聽完這本書嘅4個核心思維，不知道大家心中有沒有一種被點醒，甚至被棒喝嘅感覺？我們在生活中常常會把自己歸咎於外部環境，總覺得是因為自己口袋裏沒有錢，所以才無法翻身。但克里斯特爾佩恩用這本書給了我們一個最深刻的啟示：真正的貧窮從來不是口袋空空，而是思維空空。如果你的時間只用來麻痹肉體、逃避現實，而不是用來升級大腦；如果你的生活空間和財務狀況一團混亂，連自己的日常都無法掌控；如果你買東西的眼光永遠只盯着便宜的價格，而看不見長遠的價值；如果你因為害怕失去現有的穩定，而遲遲不敢去追求那個真正能讓你翻身的重大目標，那麼即便命運之神垂青，突然給你100萬的意外之財，這筆錢早也會被用普通人的舊思維以最快的速度重新花光。翻身從來都不是一夕之間發生的大爆炸，它是一連串微小選擇累積下來的結果。它是從你今晚關店無後的社交軟體，拿起一本實用的書開始，是從你明天早上動手整理好混亂的酸菜開始，是從你把花出去的每一塊錢都重新定義為投資開始。正如作者在書的結尾所寫的那句充滿力量的話：你在谷底時的每一個微小行為，都在為你未來的財富遞個鋪路，決定命運的齒輪。此時此刻就在你的手上。希望今天分享的這4個富人思維能成為你生活中的一把鎖匙，幫你打開那扇通往財富與自由的大門。非常感謝大家的聆聽，我們一起從今天開始改變，一步步逆襲人生。拜拜。